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伫蒙古的访问，之前伊讲保证教会并无政治的目标哦，要呼吁中国政府唔免烦恼。昨伫访问的最后一天，教宗是搁呼吁中国的天主教徒得爱做好公民。外界是认为讲教宗向中国提出善意，望讲中国当来放任对宗教的限制。 教宗方济各初三主持弥撒结束的时阵，请天主教香港教区退休的主教汤汉，甲特别升做区级的现任主教周守仁，徛伫家己分书边。教宗无照顾，甲大家小酒问，大卡用普仔写甲回应。这是方济各4天无连访问的行程，头一届嘛是唯一的一届公开讲到中国。就算中国政府早就下禁令，不准主教、教友去蒙古参加这届活动。初三迄天，教宗甲萨满、佛教的师傅、穆斯林、犹太教、新道教，甲一个罗西亚东正教的牧师，主持一场下宗教的活动，各方讲述家己的信仰甲上天的关系。 一个因的信仰，和世界带来和平。中國共產黨一向對宗教是全面鎮壓、加強控制，尤其是對基督教甲伊斯蘭教，因認為可能對黨的權威構成威脅。教宗即屆去發出暗示性的信息，表示天主教神職人員的集會，各國政府無必要着驚。 9月7日，教宗去蒙古首都烏蘭巴托進前，經過中國的領空，照舊咧向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發電報小酒問，這屆嘛無例外，向習近平表達為中國祈禱，為人民呼求團結甲和平神聖的祝福。針對這點，中國外交部表示，願意繼續甲梵蒂岡雙向而行，進行建設性的對話。公視新聞吳文玲報道。